請多多指教。好功夫，好功夫。比武大會現在開始，第一場由峨眉派白眉道人對俄國代表。第一場比武，峨眉派勝。恭喜道長，道長果然武功非凡。第二場比武，由武當派掌門對東瀛代表。第二場比武，東瀛代表勝。第三場係由華山派掌門對高麗代表。
第3場比武，高麗代表勝。最後一場比武係由洪門武館洪熙官對暹羅代表。貴國嘅高手唔單止武功高強，而且武德超絕，本人說得口服心服。好。最後呢場比武係由洪熙官勝。明日嘅比武係由白眉道長對東瀛代表，洪門武館對高麗代表。呢場比武由峨眉派白眉道長勝。聖央，中國武術果然有王者之風，我認輸啦。
眉，勝負已定，貧尼唔想開殺戒，請回啦。小心啊！師叔，師叔，八眉，你真係卑鄙！兵不厭詐，以求於成。洪熙官，你聽住，五梅已死，從此少林牌匾唔准掛起。你妄想，我要同師叔報仇，我要同你決一死戰。洪熙官，你唔係我對手，唔怕死嘅，可以兩父子一齊嚟。後日午時，我喺度等你，嚟個斬草除根，一了百了。果然係一樣。你咁樣講法係咩意思啊？呢粒樓就係五梅師叔從八眉身上扯落嚟嘅，呢一粒就係當年胡師弟死不瞑目，死都要揸喺手度嘅。佢暗示啲咩咧？五梅師叔話勝負已定，而當時八眉面色大變，點解咧？咁佢點解要咁驚呢？哦啊！我明啦，呢粒樓嘅地方就係佢嘅死穴。一定係啦。點解你一個人嚟？個小雜種，對付你呢啲咁嘅小人，我洪熙官一個已經夠啦。出招啦！咁就係你嘅死期。文丁，阿姐你冇事嘛？阿姐冇事。哼，你嘅小雜種終於嚟咗啦，就等我送你兩父子歸西啊！